来是台南市的东区有一个社区大楼的停车场，讲有一个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坠落2公尺深的机械停车架的空壳内底，讲是为妈妈爱囡仔处理哦。这个妈妈心肝火热，马上请警卫仔来帮忙，消防人员嘛随到场，把这个查某婴仔救出来。加在囡仔意识清醒，身躯并无明显的伤势，赶紧把囡仔送病院观察治疗。所有人拢真紧张，拢走来社区大楼的地下停车场，因为一名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竟然跋咧2公尺深的这机械停车架夹在内面。徛伫边的妈妈看到查囝遮尔危险，无能为力，嘛惊甲一直哭。我是举手电筒甲接，囡仔就跋落伫下底，是不过是一直哭啦。囡仔妈妈也紧张一直哭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赶紧将这机械式停车位降落去，总算将查某婴仔救起来，送上救护车。消防员就赶快把他那个身体擦干了，因为底下有一点水嘛。婴仔被救起来了后，伊意识是清醒，身躯嘛无明显的外伤，这骹骨伊伫咧踢，活动力看起来真正常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妈妈当时甲车停好了后，就用艾巾甲囡仔挨咧，想袂到这个艾巾甩搞掉怎连去，这婴仔就对停车架之间的浪棚跋咧到2公尺深，好佳在无生命危险。但是到底这件意外是安怎发生的，也阁需要相关人员找出原因，避免类似危险的情况再发生。